这个里面的桶子里面有什么？刚才那个黑色的那个呢？妈妈，你现在在绑的是什么东西？你回答我。对，这个。现在在切的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心脏。要给谁？黄色。他们在切猪头。你看那个是肝吗？那个。对。有肝，有心脏，肠子。那个就是粉肠。那个就是我们吃的粉肠。那个嘎嘎的手上那个就是粉肠。这个不是肠哦。粉肠。有被讲的都会发粉肠啊。对。阿布鲁是肝，阿布鲁是肾，阿布鲁是肾脏给我的，阿泰是肝脏啊，阿布鲁是肾脏，那是肝哦，对，那个是猪肝。还没有看到。啊，胃，那个是猪的胃。哦啊，你那个就是肾脏，那个就是肾脏，对，肾脏。这是什么部位？小肠。分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粉肠。哦，对啊，是小肠吗？对呀，小肠啊，储存食物的。哎，好了，我们要用铲子了。这个是包那边的吗？有点肉啊，对对对。你们说吧，前面一点。站对。对。对呀，你们男生去看这个。你们男生去看那个。男生去看那个，女生看这个。所以是变成小肉桂丝。女孩子谁要去看那个啦？女孩子哦。女孩子要看这边，不要往那边看。我们不看不见。有看过。现在部分是女孩子，我在沙堆的时候，女孩子吃的。还有这边呢。